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车路大部分拢无进行道，因为学生就把主动发起争取路权的活动，希望建立友善的行路空间。彰化市公所就表示，学校头前的进德路确定会来设置飘线型的人行道。啊，那学校附近的实践路，当咧和附近的店家还有居民沟通，那总有共识就赶紧来做。 民众用塑料伫路的围标线设计友善的人行道，这是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实践路。店头坐有便当架仔称呼，但是并无设人行道。那伫食饭时间，人车一坐，交通就会拍结。阮就爱闪乌白停的车，伫咧遮要找食，还是找要消费的店头的时阵，是真危险的。算学生啊，若休课下课的时候，社会边啊学倒摆啦，人啊拢足济啊，哎呀，行路较无方便啦。 为了改善用路人的行路空间，彰化市公所办道路讲习活动，邀请当地居民、店头甲学生做伙讨论人行道的规划设计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居民大部分拢赞成画人行道，但是有的店头烦恼，若画标线死角会影响做生意。有较无同意，但是你嘛是爱咧实行看看啦。啊，人讲回过来行过来，习惯就好了啦。店家伊较担心的就是讲啊吼，伊要落雨的时阵啊，起落雨会去影响到吼，其实是袂啦吼。遮来互居民用真快乐的方式来参与涂鸦，互即个活动会当得到居民更较多的认同甲参与。 市公所表示，会继续甲当地民众店头沟通，按算伫4月底进前向国土署申请经费，规划实践路的人行道空间。另外，中师大头前的进德路确定会设标线型的人行道，目前工程等咧发包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